来是民众党的消息，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泰进前，互人指控讲农地违规使用，今日透早怪手入去继续伫哦。郭文泰的太太陈培基伫面册抛出伊补税证明讲啊，昨已经补了啊3张单加上利息，总共纳新台币34000几。因为对手议员质疑讲，农地无农用都是违法。打出家己前往洗关厝的相片，郭文泰的看手陈培基订出3张补税的纳款书，因为郭文泰进前新得的农地，却发现违规使用，做好游览车业者，佮涉嫌逃走税。昨陈培基伫面册顶悬发文章，透露家己特别甲病院请假，即便补纳3年以来的税收，加上利息，总共34554块。佮替家己发愿望，一向拢如实申报财产，互监察院嘛引来对手的批评。这一块地在头前溪的沿岸呢，这各路人马都进来买，那目的何在？目的就是未来能够去农地自办重划的时候，把这个地目去变更嘛。对手嘛将这点假条条，质疑卖地背后牵涉到农地重位利益。陈培基除了伫面册顶悬背回，嘛骂民进党偷势因针对空中保台来做文章。家己过去因为买基金内底有一部分的名字有中国和大中华都互抹红，过去将有中这字的基金拢总禁掉存刷。那这个是完全违背了这个农地农用的这一个原则的农地本来就是要农用的，那柯文哲其实就是应该要坦然的去认错，然后也跟社会大众来道歉。郭文泰如今拿找手商处理南马控迄块地，另外一边看手陈培基伫面册嘛提出补税证据，翁仔某昏头出手，希望会当降低对选情的影响。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